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第二字第37页，其他的版本请看银幕。耶稣群我来对因讲话，讲天顶第一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父子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请过来看另外一节的圣经，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以上，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题目是新心灵。新心灵，咱同心来祈祷。主要听大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特别伫一礼拜中间，阮的天气变化变做非常的寒冷，你也保守阮得到健康，献上阮的感谢。伫主日，阮阁会当来敬拜你，阮有这种福气，阮也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人有谦卑、敬虔、顺服心，要来听你的话语，也开阮的心门，也互阮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特别是大降节第2主日，阮也有用信心来准备要迎接纪念主你早时为着阮的诞生。求主你的神甲阮三个做伙，阮来祈祷，靠着所有名。阿门。大家平安。咱已经进入到12月时，咱为年头开始，咱伫双月份，就是2、4、6、8、10月份，今仔12月份的时，咱拢有一个福音福气福音主日吼，福音主日，咱有讲起几个议题伫咧，毋望咱会当将咱的这个福音，甲咱日常生活个人做伙有一个新的观念伫遐来改变。伫过去咱几个讲过已经讲过5场内底，头一场咱伫遐讲这个是因为讲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有碰到这个问题伫咧，就是咱有发现咱的资源会不足伫咧，咱定来欠东欠西，咱有身躯定来破病伫咧，咱嘛感觉讲咱非常的消极退缩伫咧，袂帮真积极、真阳光的这种态度伫咧，还是我的自我的形象会真低落。还是咱的人际关系无好，甚至到今仔日咱所要讲的，就是咱毋知有迄种去互黑暗的势力捆绑伫咧啊无。但咱针对这个，咱拢会当着这个问题时，咱用圣经中间，互咱有一个看见，上帝要来帮助咱。上帝要安怎帮助咱？咱对这个资源不足的时阵，咱伫遐用这个新资源伫遐要讲起，讲原来资源应该是咱咱来控制资源的。但结果，咱失去控制资源的一个智慧伫咧，所以咱有一个新的观念，讲简单就是幸福。咱来当知足，咱就当常常有这个喜乐伫咧，有快乐伫咧。咱来明白，什么才是咱需要的，什么才是干那咱想要伫的。因为上帝知咱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伫腓立比书的第4章的第12节到13节的时阵，保罗伫遐呢讲。我知影点伫卑贱，也知影点伫富足，或是饱，或是枵，或是富足，或是欠缺，凡事我拢老练。点伫想说我亏力的，我事事拢会。所以面对咱的资源不足的时阵，互咱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咱来靠主，咱就事事拢会。然后咱进到第2个，就是讲咱人的破病的部分。但这个破病，咱拢知，咱是咧讲咱的身躯。但是咱的一个专念是身躯，咱有心，甲有这个灵魂伫咧。咱若是咱的身躯会影响到咱的心灵的部分，但心灵嘛会去影响到咱的身躯。所以咱要求的，毋是讲咱除掉咱身躯的这破病啊，咱要治的是咱全人的这种健康伫咧。所以新的观念就是比如伫讲，咱毋是干那求咱的身躯勇健啦，
咱应该是规个人全人拢爱得到勇行，所以咱来倒转到伫主的面前，咱来求主来保守。像是咱人爱做部分，就是咱来疼惜咱家己的身躯，爱疼惜爱保养，是毋是爱操练？特别伫操练方面，爱个注重伫心灵方面的操练，咱就迄个永生的毋望伫咧。第三个是咱讲到咱的会较消极的问，咱碰到问题时，咱毋知用积极还是用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方式。咱讲起以色列人有12个探子，为进入到迦南地伫遐要看迄个所在到底啊。真会当真平安入去爱袂神，12个所看拢共款，但是倒转来先讲2个完全无共款的讲法。有10个讲迄个所在的人哦，拢足大张的，咱其他参与超美的，还是超美思想，甲家己看到非常的帅气，甲别人看到非常的大气。然后2个人伊伫遐讲无，咱有主甲咱三个做伙，咱有上帝将在咱帮助，咱一定会当得到迄个所在。因为无共款所在是安那，是因为上帝甲伊同在啊无，所以这个观念甲咱讲，咱要面对这个咱的消极是要安怎？咱定要负面产生负面的这种观念产生啥？咱来倒转恢复到真理的面前。你若有真理，你若有正确的这种心思做你的基础时，你就有正确的这种态度伫咧。咱的信念会当得到改变，咱的态度就得到改变，咱就带来成功的这种生活伫咧。那嘛，讲起有一个尼泊尔，伊有一个讲的一个话，非常帮助的话。伊讲，求上帝让咱有一个平静的心，会当去接受咱袂当改变的。求上帝让咱有勇气，咱会当去改变，咱有能力会当改变的。求上帝让咱有智慧，会当知倒一项是会改变，倒一项是袂改变的。就是说来，咱的心思意念若改变的时，互咱有完全无共款的态度去面对着咱生活。第4讲的时，咱讲到讲，咱自我的形象，咱会非常低落，就是咱看无咱家己，毋是负面的思想，是看无咱家己。咱应该倒转来想讲，原来咱是非常在意别人的想法，别人对咱的看法是如何。咱颠倒无啥注意到讲，上帝对咱的看法是安怎，还是咱家己对咱家己的看法是如何？咱干那只干就想到别人看法，毋知安怎话，甚至咱不管咱所想所做，还是咱的西装打扮，定来想别人看了毋知安怎。但是咱袂记得，咱每一样拢是照着上帝形象伫遐所创造的。上帝互遮尔济世界已经经过几啊百亿个人以后，无一个人完全共款。上帝创造每一样拢是独一无二的，拢有咱上帝互咱特别的这个任务伫咧，特别的意义伫咧。特别的使命伫咧，你若有领受，你若有明白这个时，你就会当伫迄个所在有重新的这种形象出来。因为上帝创造我，世间无一个人甲我共款。上帝目的伫我身上，我倒转到上帝早时创造我，会上爱好美意的，就将美好的所在时，我若有种正确的认知的时阵，我就会当行出一个新的形象出来。咱免当会当安尼，咱倒转到伫主的面前，伫遐认罪，重新的开始。咱所行的，才会当来应神应灵。咱第5讲时讲到，咱的人际关系是毋是无好？咱拢知影关系非常的重要。这关系内底包括甲上帝的关系、甲别人的关系、甲家己的关系，以及甲万物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一定爱伫迄个所在，来有一个真正确的人。要当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是安怎？就只有登到伫主的面前，所以主耶稣所教示的种种的，拢是甲咱讲起，要安怎来起造一个正确的关系。讲到甲上帝的关系，讲到人甲人的关系，爱和睦等等这个，你爱看家己的身躯是最圣殿。等等这拢是要甲咱讲起讲，咱伫这新的关系中间，原来是要有主耶稣做咱的这上帝的，做咱中间的这种这个中心点的，然后你才有办法建立一正确这个关系。即要甲咱讲的是讲。你爱有一个新的这种建立新的关系伫咧，咱就袂会种关，咱就会当去思想着讲，毋是干那我家己一世间尔，乃是爱注重着这个关系伫咧。那今仔日进到最后一项是要讲着，你毋知有迄种像黑暗的色的捆绑伫咧，对吧？咱常常感觉咱真无平安伫咧，搁安怎？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拢一直无办法迄个平安伫咧，甚至咱嘛祈祷嘛是无办法，到底是安怎？原因到底是啥？咱头前所讲这5项的人是讲到咱的生活甲咱的心理的关系伫咧，但是迄是现在伫地面上的生活，
但今仔日所要讲的，乃是讲到咱永生的这新的生命伫咧。因为灵魂是永远的，不管你承认无承认，灵魂拢总是每一样拢有这个灵魂伫咧。上帝创造论内底甲咱讲，伊创造任何物件，敢若讲一句话，伊就有迄个物件出现着。但是创造人的时候，特别用土壤去做，做了以后，佮分一口活开互咱。所以咱人有身心灵伫咧，动物敢若有身甲心尔啦，伊无迄个灵伫咧。所以咱人知影讲，不管你是好人无好人，即个灵拢伫咧。所以表示讲，咱的灵会去受到一种灵的部分，就甲咱影响着。即个灵的部分的影响是啥？内底有好有歹的。咱知有一种无好物件是黑暗的色的，还是咱讲的这种歹的灵伫咧？伊常常会甲咱捆绑伫，常常互咱错误的思想伫咧，常常甲你控诉伫咧，甲你讲啊你无效啦，啊你无人听你啦，啊是你啥物啦啥，讲一寡足负面的话伫咧。迄个伫咱的心思意念伫迄个所在来发生伫咧，迄就是灵的部分去受到即个污染伫咧。那呢是咱要安怎来对付遮的？你只有倒转到灵的问题，才有可能伫迄个所在来解决。所以咱唯一的希望，就是倒转到掌管着即个灵的即个主人的所在，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在。咱真幸福，咱讲这基督徒，咱相信主耶稣，相信伊互咱会保护咱、保守咱，伊真是平安喜福咱。所以咱感觉咱常常咱有困难，咱等到伫主面前。但是伫遮要讲，咱佫有真侪人毋知是要安怎，咱伫即方面毋知有即个责任伫咧啊无？咱今仔日伫圣经在前甲咱讲了，咱有即种责任伫咧。要安怎互即个万百姓会当知影即个好消息，伊也会当共款互咱享受即种心灵的即种平安伫咧。即个责任就是落伫你我的身上，就是咱讲这基督徒。那今仔日圣经在伫即个所在，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读一遍。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安尼讲来。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过我日日甲恁直直到世间的路尾，过来咱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来。咱对这个圣经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这3节的时候，就是主要所要上天以前伊所讲的，最后要离开咱的时候讲话，当然是上界重要的一个交代伫咧。这个交代，咱通常拢讲伊是大使命，咱可能来讲着为什么叫做大使命？但是对遮互咱看见讲，有基督徒有真大这责任伫咧，包括主要所要上天所讲的，包括讲伊知影咱的软件，伊找紧圣神来帮助咱。所以伫遮讲，基督徒的责任非常的重大。那主耶稣伊讲即个大使命了后的时阵，伊最初是互遐12个学生，12个学生佮含几个做，一直刷落去刷到即个五旬节的时候，有120个学生三甲坐做伙时，圣神降临到因的面前，因就伫遐得到气力，因开始伫遐来传福音。这个人就真正做主耶稣的学生。伊个门徒，伊就伫遐顺服即个大使命，开始去传福音。你想看觅，耶稣一个人，经过12个学生，佮经过这个学生，佮缀伫边啊，佮到120个就圣灵充满了后时，经过约2000年的时阵，咱即卖目前相信主耶稣，伊讲做基督徒的人，拢总有差不多1/3的人口伫全世界。但咱的人口已经是70亿啊。前的即个66亿的时，因做即个统计时，就是有22亿的人是基督徒，是广义的基督徒伫咧。免哪会当变1个、变12个、变120个、变做20几亿的人伫咧？这是因为因尽责任伫遐来做这个代志，这个基督徒因尽责任伫咧。当然倒转来，咱看咱台湾基督徒的人口到底是偌济？根据最新的报告是讲，占5岁以上的人口约略是5%，差不多是4.6%至5%中间。
虽然有个记录，显明讲伫台北个所在是超过10%。以前咱拢讲是即个较庄卡的所在，遐人较单纯，所以听着就信，所以迄个基督徒的百分比较悬。但是即知识较悬的人，哇，因就足够伤行伤芳的，所以因较袂相信。但最近的资料显明就讲，即个愈有知识的人，因愈会去思考着即灵的即个问题伫咧。因感觉即找袂出有一个导向会当上解好解说，只有基督教解说上解清楚，啊上解有即个会当互相信的。所以伫台北已经有超过10%以上的是会基督徒伫咧。不管遮偌侪趴，依然是少数。咱若无除非咱的台湾这基督徒拢咱顺探主的即个大使命的时阵，若无咱台湾大部分的人拢无永生的即个望伫咧。所以，互咱基督徒有非常大的即种责任者。早时主要说伫马太福音20章18节到20所讲的，毋是干那对伊学生讲的，是对若记若伊的学生。我相信咱逐个人是主耶稣学生，咱嘛是共款领受这责任。当咱要安怎来做这代志的时，咱先来过来确认一遍。主耶稣所讲，伊即某是吩咐人听，咱哪会甲讲做伊是一个大使命？有几样原因的。头一个，因为这是上界伟大的人伊所讲的这，所以当然称作是一个大使命的。主耶稣是咱的历史，有人类历史中间改变人类历史的这个主人的咧。咱的西元几年的时阵，就是对主耶稣出世最中心。出世以后叫做纪元后，还是主后，还是西元？西元前的时阵，就是主耶稣还未出世以前时，伊是咱人类历史中间上界伟大的人物的。伊道成肉体的主，伊是咱所有罪人的种救主的。当然，伊是遐所讲的，就是一个大使命的。然后咱来看讲。第二就是讲，根据上界大的这种官兵伫遐所讲的，当然就是这个大使命的。耶稣已经过我上天，伊伫这个腓立比书第2章的第10节所在，伊安尼讲：既然伫天、伫地、甲伫地面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脚头毋跪拜。所有的，不管你伫天顶也好，伫地面上，甚至伫阴间遮的，每一个人对主耶稣伊脚头就是爱跪拜伫咧。所以是上界有官兵的一个人，伊伫遐所讲的，耶稣伊用天顶、地面所有的官兵伫遐所讲的，当然这就是一个大使命伫咧。第三个原因，伊所涵盖、伊所包括的这个范围就是上界大这个范围的，因为伫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拢安尼讲。讲伊说，你是爱去普天的，向万百姓，搁伫啊向万国伫遐所讲的，所有的拢包括在内伫咧。咱毋捌听见讲有一个命令，有一个这种使命的，是对一个除了这国家以外，搁会当产生这影响伫咧。大部分拢是地区性的，或是伫咱桃园市，或是伫咱教会那定，大到伫这个桃园关然后到伫台湾，安尼那定，但是伊已经扩展到伫其他这国家伫咧，到万普天的，甲这个万国的所在。第三个原因，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使命。第四个原因呢，伊所伫遐稳重伫起来，这个计划是上界奇妙的计划伫咧。因为主要所讲，你是爱去互万百姓成做我的学生。学生的意思就是爱对主的吩咐去行，然后去造就人，去得到人。啊，找起伊出去，搁去得到别人，所以做门徒、做学生是上爱奇妙，会当增加一种计划伫咧。可能咱来注意着讲，咱来去传福音的时，咱通常是毋望伊会当讲做一个信徒，就是听到以后，甲感觉有感动，所以我愿意相信。真可能伊就是礼拜日来坐一食，安尼来听来做礼拜，然后煞伊就倒转去，迄咱叫做信徒。像这学生还是华语版讲门徒人，就是一个敢若一个师傅甲一个师啊。这个师啊就缀着师傅，每工甲伊做伙，伊所讲所话影响着伊。伊做甚物，伊吩咐做啥，我就去做甚物。主要说爱咱的是即种，真做伊的学生，这12个学生缀着主要说生活3年半，拢缀伫身躯边，做交代啥物做啥物，伊爱就伫个所在缀耶稣做伊上爱大模范。主要说要伫的就是即种学生，伊爱咱去的，毋是做即个信徒那点，
有人伫遐来统计讲，若有一个人每工带一个人来信主，咱感觉已经足厉害，一年会当带365个人，非常的厉害的。甲算算的是15年，伊会当带5475个人；35年，伊会当带12775个人。哇！咱会感谢主，这个人对传福音有遮尔大的这种侍奉啊，引带遮尔多人信主。但是若是这个人，伊毋是去传福音，伊是伫遐造就一个学生的时阵，伊一年内底会当将这圣经陪伴伊，将这道理讲非常清楚，互即个伊所带的即个学生非常明白上帝道理，充满了即个热情，准备要去传福音。头一年带一个人，第二年2个人，搁落去带一个人时，两个2次方就去就变4个人去。安尼落去算的时阵，第15年的时阵，即个人开始会当带32768个人。是2的15次方，经过33年的时阵，2的33次方是拢总有85.9亿人，已经超过咱世间的人数。一个人认真一年内底带一个人诚做学生，然后2个人变做开始搁去找一个人诚做学生，这4个人搁去找开始找一年带一个就好啊。互伊诚做学生的时，经过33年的时，世界所有人拢诚做是基督徒啊。若是照35年来看是啊，有343.6亿人，连几10年以后人数拢算在来。所以最后说甲咱讲，本来是遮尔奇妙的方式伫咧。遮尔大使命是讲，你去带伊，互万百是诚做我的学生。毋是诚做相信的人啦，定。只不过咱大家咱伫这方面无做了遐尼完全的，所以主要说甲咱讲，这个大使命是遮尔奇妙的一个大使命的。伊讲的方法是上介好的，这个倍增的这种方法哦。第5个原因，伊是带来上介大的应允的这种大使命的。应允大使命，主伫最后讲，我就常常甲你伫到世间的这个末日伫咧。到世间的落尾，咱会当想象啦，主耶稣会当想象，甲咱做伙是毋知是偌好。咱常常有平安喜乐，甲咱三个做伙，咱嘛毋惊这黑暗势力捆绑的，因为主耶稣是有官兵的。伊应允讲，伊要甲咱三个做伙，咱若安尼去行的时阵，是遐尔啊大的这个应允伫咱的中间，所以当然是一个大使命的。最后咱看讲，这个大使命呢是带来这个能力的大使命的。因为伫今仔日咱看《使徒行传》第1章的第8节底下讲，圣神若到的时阵，咱就要有气力，会当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到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者。有遮尔大的气力，甲咱做伙时，有遮尔大的应允，甲咱三个做伙时，当然这是大使命。所以咱对主耶稣的交代，最后要上天的交代，咱免啥怀疑。这是伊互咱，若要离开咱的时，甲咱讲的拢是上介重要的。遮尔重要的话，是咱会领受这个大使命，伊是叫咱做代志，做啥物代志？互万百姓诚做我学生，佮甲因行说咧，佮个教示叫因去遵守。遮尔大的这个使命的时阵，咱应该已经明白伊的重要性，嘛知影伊会当实行，因为啊，圣神要帮助咱啊，那呢，咱安怎来回应？咱看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咱拢会顺服伫即个咱地面上的这规定的，不管是红青灯也好，还是咱即个交通警察，还是咱咧上班的时，职场的这主管甲咱讲啥，还是国家有啥物法令的时，这咱拢会去遵守啊。咱若无顺服，佫会去用处罚的咧哦。咱若顺服是也无啥物奖赏啦，这是应当的。咱若无佫去用处罚的咧。但是，若有一个规定，甲你讲，你若去遵守的时阵，你得让带来什么奖赏伫咧时阵，你敢会轻视伊个？咱的地面上的是讲，你若无做，你得处罚；你若做是应当的。但是主要说互咱讲，你若做的时阵，你要得到遮尔大的祝福伫咧。咱当然袂去看轻伊伫咧。咱诚做主要说的这种学生的时阵，咱态度会当去无顺服的主所交代即个大使命伫咧。
拿来讲，咱是要安怎来完成这个大使命？佫毋难呢？毋是讲咱是学生咱就爱，何况这个做的这个大使命，照着大使命去，这毋是你要得到永生的条件，这是你已经得到永生的一种证明啦，定。所以咱是必然应该有的行为。咱可能定来听人讲啊，信都是种宗教拢共款啦，拢是劝善的。我要甲你讲，无共款。因为其他的宗教讲，我做好事是为着我要积功德，所以我会当得救是靠我的气力。我累积我的好事起来时，我会当得救，这毋是稳定。你嘛无可能达到上帝标准，咱人无可能当达到上帝迄个会当互你得救的标准。所以你只有靠白白稳定互你。上帝讲，你若信我，你若信透过主耶稣的时，你就做得的下边，你有永生毋茫的。这就是稳定，但是你要来知影讲，你已经得到这稳定，你有行做行为来做你的见证的咧。你袂使就是讲，我的性命，主耶稣，我接受主耶稣啊，所以我的性命已经改变了。结果看袂出有改变，安尼你敢有影是主耶稣改变你的性命？安尼就是毋是真正主耶稣有改变你的性命，是你嘴咧讲啊定。你讲你听你的兄弟。但是别人看袂出你有听你的兄弟，你敢有影是听你的兄弟？所以行为常常要见证着讲，咱心内所，咱会得到改变，咱的心思意念，就是伫咱的行为底下来显明出来。雅各书第2章17节，底下讲，信若无行为，就家己是死。你若无行，法务讲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讲有啊，我信主耶稣，主耶稣已经行做我的救主啊，我的性命得到改变啊，但是看袂出有啥物改变。安尼时自然袂当证明讲你已经有得到迄个救恩伫你的心中啊无。所以咱的问题毋是讲我就爱去遵守无，因为你已经是基督徒啊，主甲咱交代，咱当然爱去。是讲我有能力无？主已经怜悯咱啊，伊想出圣心互咱，所以咱拢有能力会当去，是咱袂啊袂。所以问题应该倒转来讲，咱是袂还是袂？你讲我袂，但是我要安怎？要安怎伫迄个所在会当领受顺服这个大使命去传福音？要安怎有新的心灵的态度？要安怎就去传福音了时，互别人接受着主耶稣以后，伊就无即个。黑暗色的即个捆绑伫咧，而且要安讲，至少3，你当照着这3个方式来。头一个，你一定爱先，你爱装备家己，你爱装备家己，所以装备家己就是啥？就是你在读上帝话语。你讲要照要去传福音，要讲这个上帝福音，互人知是，当上帝心意是啥？你知影无？你若无去看这本圣经的时，你无办法明白上帝心意是啥物。所以你来读爱读识，不管是伫旧约中间，伫新约中间，旧约是要预言主耶稣会要即个弥赛亚要到伫世间要拯救人。新约是主耶稣已经来啊，来的时将即个救恩带到以后，人爱安怎做？这是毋是甲分开讲？我敢要看新约，无要看旧约。这拢总两人做伙时，你要去明白上帝心意啊！上帝为头到尾一直甲咱讲。伊就是听世间人，毋茫咱会照着伊的心意去行。但是咱看见咱的祖先，咱看见咱人的软性伫遐一再伫遐咧背给上帝。你还是先去装备你家己，你才有办法去传这个福音出去。第二，你要知影讲，你这福音的中心是啥物？福音的中心毋是任何人，啊，毋是你感觉倒一个人的信仰非常好，这就是我的中心的无。中心是爱伫主耶稣尔。甚至阮伫新人医所领受的，就是讲，咱每一摆讲道上个重要，毋是讲牧师你讲了足好，哦，牧师我足钦佩你无。我有带恁大家倒转去见着主耶稣，见着上帝啊无？这才是重要。福音讲到最后，就是要互你去面对上帝，面对主耶稣，毋通甲这个焦点模糊去。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行这个大使命，毋是啥物人甲我交代，主耶稣甲咱交代。这是咱的中心。伊啊，主要说的心意是啥？就是白的心意啊！你爱读圣经，你才会当知影。即阵若要请你去讲福音，互人知是，你要安怎讲？咱可能真侪人讲这基督徒真久，但是毋知要安怎传福音。
咱以前无讲到下骹要讲这方法时，有甲你考讲，你会使用使徒圣经甲伊讲。我的福音是啥？就是我信上帝，我信圣神，我信主耶稣。你会使安尼对读，但是直接要甲因讲，更较正确，以及更较你会记会条方式，就是你爱知影福音的内容。咱所有的讲福音的四步，这四步就是讲你爱知影，以及你爱承认，你爱明白，你爱接纳四个。这四个中间头一个就是讲，你爱知上帝是疼世间人，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伊是咱世间人做，但伊疼世间人，你爱知影呢？你讲无啊，我袂当感受到啊，为什么袂当感受？咱来承认，因为咱世间人拢犯了罪。咱伫前2讲的时，咱有讲着变咱学习听上帝话语的时阵，以赛亚书第59章的第1节到第2节来讲，毋是主耶稣的即种手白已经伊变短去啊，伊袂当拯救你，嘛毋是伊的耳孔震动听袂着啊，是咱的罪恶过断去啊，所以伊袂当，伊无要听咱的即个咱甲伊讲的话伫。所以是世间人拢犯了罪，咱来承认。有可能讲我都无犯罪，我无向掠去关啊。伊只不过讲着行为的罪尔定。咱知影咱有口头嘴讲的罪，咱有心思意念的罪，咱有思想的罪，甚至咱若无认主耶稣罪，咱若无认白罪，咱的白的神，咱嘛是罪啊。咱若无做到完全，嘛是罪啊。是咱来承认咱的罪。安尼是毋是咱就无忙，无上帝疼咱世间人。伊知影咱的困难，伊知影咱无办法靠咱家己，所以伊就差遣主耶稣来成就咱的救主。伊留伊的保费洗了咱的罪，互咱甲上帝搁好起来。所以咱来明白即个道理伫咧。那呢，我要安怎甲即个会当结连做伙？原来你得接受主耶稣。你若信靠伊，你就做伫咧下面，你就永生毋忘。即个是福音的4步，一步一步安尼来。你会使1分钟就甲福音讲煞。讲上帝听咱世界人，咱一定要知影有神伫咧。但是咱无办法感受到，因为咱拢犯了罪。要安怎？无要紧，主耶上帝派主耶稣来救咱啊！伊留伊的保佑替咱洗罪。咱要安怎靠着主耶稣得救？咱接纳伊就好。免1分钟，你就咱甲福音讲煞。哦，那互你5分钟的，你就开始去加巴落去。只不过是骨头尔啦，你开始加巴落去。哦，上帝创造宇宙确实是非常的奇妙的。你知影咱人偌奇妙的？这皮肤偌敏感，你知无？你一个头毛落过去，你就知影。但是咱的科学要做一个头牛，一个头毛要安怎牛袂出来啊！哇，你会使讲足多上帝创造的奇妙的咧。然后上帝听世间人，甲这宇宙创啊遮尔好，就是要互咱享受。但是咱袂当感受，因为咱犯罪，开始罪，佮开始讲有犯罪罪的咧。上主要说安怎为着咱牺牲？咱来信靠伊，咱就能得救。这是福音4步。不管你用咱有人学过3福也好，咱有学过即个无字天书，就怎讲？咱来讲福音好，开解是白无啥物件，叫做无字天书。啊，这内底有啥物奥妙？有我讲互你听，就用安尼开始进入。迄拢是一种方式尔。事律，不管你用倒一种法，内容拢总是共款。讲到这4步福音，你要知影。上帝疼世间人，你要承认咱人犯罪，你要明白主耶稣为着咱牺牲，互咱救恩，你要接纳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永生的毋忘。福音就是安尼尔，4步，你有这个安尼的时阵，你就会当伫这个所在，伫大使命中间要去传福音，你才有办法去传福音。所以咱结论来讲的是，咱伫遐今仔是要讲到，咱有受到黑暗势力的捆绑的时阵，咱要安怎？原来是主要说有这个，互咱带来毋忘，互咱有一个新的心灵伫咧。所以咱倒转来看讲，上帝创造宇宙原来是美好的，但是咱人的软件已经犯罪，所以去互撒旦伫个所在，甲咱管辖着来利用着。咱常常有这个无平安的一个感觉，会受到捆绑，甚至咱。甲咱讲，咱来交托，但是咱祈祷算嘛无办法得到交托，是要安怎？原来是咱无真正换掉咱迄个新的心灵的。咱敢若知影啦，咱无真正会当去。上帝真侪人有讲，伊来到伫拜堂的时阵，礼拜时是带来真忧愁，伊毋茫出家时会当真喜乐，因为伊将这忧愁拢下伫主耶稣的心情，然后带着主耶稣喜乐的心情倒转。但是却无看，看见因来不管。
派遮尔济来，倒转去派更较济倒转去。因为发现讲真济伊做无够，所以哇，伊就搁派卖搁倒转去。无主要说知影咱做袂够，伊要讲伊要帮助咱。安怎帮的？你要一个新的心灵，带一个新的心灵倒转。这个心灵是主要所要帮助你，你要交到伫伊的心中。咱来尽心尽力去做，主要所要咱做迄个忠心的这种萝卜。像迄萝卜，主人交代萝卜2000、1000、5000的，你是做迄5000、2000，还是做迄个1000的？主要说，互咱每一个人，创造咱每一个人能力有才能伫咧。有你的气力伫，你有尽力来去做。你若有诶时，上帝就要帮助伫咱所有其他的即个部分着。咱毋若家己需要有即个新的心灵伫，咱嘛爱遵守主耶稣即个大使命伫，互世间人拢当听去，过来信靠主耶稣，来领受上帝祝福，以及得到即个心灵伫。今仔咱所要讲的是，除了前第5讲所讲到，讲咱伫生活上，咱有真侪即个欠缺伫咧。咱有破病，咱有人际关系无好，咱有即个欠缺部分，咱甚至于即个资源不足等等这只不过是咱生活心灵所需要，但是今仔讲是更加重要。你有永生的愿望，会种较久啊无？而且要咱讲，你要换一个新的心灵者。主要说正确心灵领到伫咱的中间时，咱就毋惊即个黑暗色的捆绑的。即礼拜中间有咱今年度最后一摆的即个。小组内底有即个问题，伫遐讲，咱是毋是有无平安的？上帝，你爱安怎来去领受上帝予你的福气？就是即个新的心灵，你要安怎会当保持有意义咧？然后你有传福音的经验无？你要安怎伫你的职场甲即个社群中间会当领受的顺服即个大使命咧？希望上帝祝福，愿上帝祝福伫咱所有愿意领受主耶稣的即个大使命。去尽咱的本分，有万百姓将做学生，愿意以后要遮去做人，上帝祝福满满伫咱的心中，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在阮的心灵常常有受到捆绑伫咧。今仔佫一摆伫这所在，要互阮来知你倾出圣神来帮助阮。毋那阮包括着你，阮会当无受到即个黑暗色的捆绑。你搁以后，阮会当将遮尔大好的消息，会当报更较侪人知影。福气要临到伫所有主你所创造的人伫，毋是干那是伫阮中间那定。即个责任就是阮爱去将即个福音来传互人知。那主你帮助阮，阮每一个人会当更较明白福音的真理的中心是甚物，就是主耶稣。伊的内容要安怎讲互听的时阵，主你来帮助阮，阮每一个人毋是用死记的伫咧啦，乃是因为阮已经明白，阮来领受着，所以阮会当真为心内会当将阮所领受的，就安尼来将福音会当讲了非常清楚。求主你帮助我伫阮每一个人中间，祝福伫阮每一个人伫即传福音的即个使命顶头所付出的即个努力。那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同时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要赦免阮的过。有你带阮入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